说，拼布是贵族艺术，光是布料花费就能买一台车。来到郭少荣的教室，先推翻这种想法。台湾的布不到100块，像桐花布1尺也不过就是25块起跳。跟一尺要价600块的日本天然棉相比，国产布质料虽然差了点，但实用度100%。考虑用途、功能和坚牢度，郭少荣要证明花费少一样做出精彩。我们不一定要到店面去捡非常昂贵的布，我们可以把它平民化。客家花布做基底，拼凑出极具张力的夏威夷风格，平衡欧风及台湾味。小胡套用金线滚边，古典时尚。那我自己教的一些学生，他们觉得说，像我们那时候正在做的这个口巾包，他们就带出国去当伴手礼。原本为了打发时间玩拼布，但郭少荣把越来越多台湾意象活泼起来，扭转俗气，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。它很代表我们本土，也代表他个人，可以直接就联想到送我这个东西的人，他是一个台湾人。墙上大幅作品完全是一针一线手工完成，常让人啧啧称奇，也因此被踢馆成了家常便饭。不过郭少荣不气馁，回头继续寻台湾的宝，继续支持 MIT。像你现在缝制的小鞋，所有的材料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台湾的嘛？对，全部都是台湾的材料，连类似都是台湾制造的，而且呢非常的节省，而且也非常符合我们客家人的精神。符合客家精神。对，他刚一个精神，黑马给客家人的精神是什么？勤俭。勤俭就是勤俭。来客到你家很开心，发现客家意象的台湾拼布，真的是花少少的钱就可以玩拼布了，也再一次发现台湾花布的美。客家人的精神，黑马给勤俭。客家人的精神，黑马给勤俭。